觀塘作為香港第2核心商業區，喺政府活化工廈政策及東九龍轉型計劃推動下，正迅速蛻變為現代商貿中心。市區重建局觀塘市中心大型重建項目，亦進一步提升商業氛圍同土地價值。隨住新式商廈湧現及跨國企業進駐，區內工廈需求持續攀升，投資潛力獲市場充分肯定。今次介紹嘅物業坐落觀塘開源道55號開聯工業中心 A 座1樓單位，步行至港鐵觀塘站僅需4分鐘，匯聚多條巴士同專線小巴路線，輕鬆連接全港各地。開源道周邊銀行林立，素有觀塘華爾街之稱，商業配套完善，人流暢旺，為企業提供絕佳營商環境。物業自身條件卓越，單位面積大約5710平方尺，間隔方正實用，設倉庫及寫字樓裝修，備有多間經理房及會議室，更設有內置洗手間同埋獨立空調，空間感十足。單位可申請接駁煤氣，適合物流、創科、食品加工等多元行業，尤其深受食品加工同餐飲相關產業青睞。大廈設有貨台，可入40尺嘅貨櫃，5部貨用升降機，其中2部特大升降機市場罕有，有效節省運輸時間與成本。單位由於位處低層，可經樓梯快速直達開源道，喺上下班時間可避開升降機等候高峰，提升日常營運效率。隨住觀塘逐步轉型為商業核心，此放盤不僅滿足自用需求，更具備長遠資產增值潛力，誠邀具慧眼嘅投資者把握機會，進駐東九龍黃金商貿走廊。有興趣人士歡迎聯繫美聯工商鋪。